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2月27日，樓市自去年2月起，連同今個月已經連續13個月，新盤銷售超越1000伙水平，踏入馬年新盤市場依然暢旺，加上農曆新年長假期過去，多個發展商已部署於短期內推出新盤銷售。昨日便有多個3個新盤上載樓書，亦同時再有2個新盤公布命名。踏入3月份，新盤市場肯定持續熱鬧，勢必延續每月售出1000伙的旺勢。有順治嘉里嘉華、招商局及港鐵合共發展的日出康城第13期發展項目首期海灣 I 昨日上載樓書，共提供1266伙，包括1房至4房單位，主打2房房型，其中3房及4房戶更戶向海。物業將於短期內公布銷售部署。另外，會德豐及港鐵合作的黃竹坑站6期 Deepwater South 項目將於短期內招標推售6B 期外，昨日亦上載6A 期樓書，共提供463伙。另外，華懋尖沙咀新盤如意亦於昨日上載樓書，將於下月開價。此外，新世界尖沙咀官涌街項目及黃安、黃大仙飛鳳街項目昨日同時公布命名，前者定名為月，後者命名為純。兩項目將於短期內推售。此外，永義堅尼地城新盤可預首推30伙，於下周2展開招標，成為馬年首個推售新盤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關注世紀21香港C21HK。